好，下一位請林筱魯議員。多謝主席。我想跟進何君堯議員嘅0025嗰個題目，咁主要關注呢就係公務工程嘅支出咧、顧問費同埋駐地工作人員嗰個薪酬啦。個重點喺個駐地工作人員薪酬個支出嗰度啦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過往21年至25年嗰啲數字咧，現實嚟講，我哋個公務支出都穩定嘅。咁但係咧，你睇下顧問費亦都係相對穩定。不過咧，就駐地工作人員嗰個薪酬支出咧，就一路上升。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實際建築安全、施工安全同埋質量嚟講咧，我哋又睇唔到呢個即係增幅同嗰個安全同質量有特別嘅關係。咁我嘅問題就係，其實政府睇唔睇到呢個問題咧？有冇機會係即係做一啲相關嘅檢討，即係睇睇呢個增長係咪有必要呢？好多時其實人多咗，流程多咗，而家質量冇改到，咁係咪都係有另外一個方案可以睇翻嗰個問題核心喺邊度咧？咁多謝主席。局長。主席，我想請劉長臂回應。何生臂。唔該，主席。多謝議員個提問啦。咁如果睇翻嗰啲數字咧，就顧問費嗰方面咧，其實就同啲新嘅工程嘅推展有關嘅。好多時嘅費用咧，主要喺前期一啲，譬如啲規劃啊、做設計嘅工作。咁去到駐地工地人員嗰方面嘅薪酬咧，就同我哋每年個工程嗰個開支有關係嘅。咁其實咧，喺過去呢5年咧，我哋每一年嗰個工程開支咧，公務工程咧，其實都係增長緊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見到咧嗰個趨勢咧，大家都係相若啦。第一點，第二點，其實我都睇到咧嗰個駐工地人員嗰個支出嗰方面咧，有冇空間可以俾我哋再去做得比較好一啲咧？咁樣過去幾年咧，我哋都諗咗一啲方法嘅，包括咧就係我哋用一啲新增一啲嘅職位，呢啲職位咧就幫我哋處理一啲非專業嘅工作，去幫助我哋啲專業嘅人士咧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工作啦。整體上咧令到人手同埋嗰個支出咧係可以減少嘅。咁喺過往嚟講，我哋嗰個百分比咧，我哋呢幾年咧都係有，即係喺同個整體個工程開支方面嘅百分比咧都有個下降嘅趨勢嘅。多謝主席。